Hello，大家好，我係中國香港演員湯俊明。維港口腔係今屆香港健康博覽參展集團之一，歡迎大家趁呢個機會親自嚟到會場，了解維港口腔提供嘅牙醫服務及專屬優惠。有咩牙科問題，包括種牙、箍牙、牙貼面、牙周牙齒鬆動等等，都可以直接諮詢。6月13號星期五下午3點，張本立 Billy 哥、方俊、維港口腔鄭嚴素鄭學長喺展委會舉辦一場維港微笑與護齒健康分享會，歡迎大家入場支持。嚟唔到嘅朋友可以喺網上收睇直播。而6月14號星期六，我湯俊明會嚟到展委支持維港口腔。總之大家好好把握呢3日，6月13到6月15號，地址灣仔會展 F10到F11，現場做各種禮品，包括健康禮物包、睇牙優惠券、限時特惠套餐送俾大家，唔好錯過啦！6月13到6月15號，香港健康博覽維港口腔展委見。